昨晚，随着选自世界经典歌剧《阿塔兰塔》的咏叹调《可爱的森林》在星城长沙响起，唱响世界的中国夜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在长沙举办的中国夜莺世界著名女高唱家迪里拜尔独唱音乐会也拉开了帷幕。她的歌声无疑成为了今年新春演出季的最美旋律之一。据悉，一直活跃于歌剧演出的他，上一次开独唱音乐会已经是11年前在北京的一场，而这一次他将在长沙、武汉和北京举办独唱会，也是为了让自己回归唱歌本身，真真正正为自己和一直喜欢他的乐迷们做一些事。届时，整场音乐会分为了上下半场。上半场演唱的曲目主要选自于外国的一些经典曲目的片段，《可爱的森林》、《圣母颂》、摇篮曲等曲目涵盖德意、拉丁、瑞典、芬兰等多种语言。下半场则全部选取中文歌曲。这样的选曲，迪里拜尔也是想让大家通过自己的表演知道，美声不只能演唱外国歌曲，中国歌曲照样能用美声演绎。120分钟的演唱，用6国语言为长沙的乐迷朋友们带来了18首歌曲，娓娓道来，像是用自己的歌声给大家讲了一场故事。据了解，此次音乐会首站选在了星城长沙的消息已经发出，早在几天前就有不少的乐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就为了感受一场迪里拜尔的现场。也有不少的乐迷表示，迪里拜尔一直都是自己膜拜的老师，上一次听他的独唱还是在18年前的广州，再一次听到现场还是宝刀未老，依旧惊艳。特别的激动，然后我今天能够坐在第一排听这个演唱会，我也觉得特别的开心。他没有来过长沙，这是他第一次来，所以我很早就买了他的票。那么听到他的声音之后，我觉得从他的声音中间，我听到出他对于艺术上面的一些追求。唱得太好了，超级细腻，然后又很连贯，然后在花腔的时候，能强能弱，收放都很有度，太棒了。我真的就是已经唱到我想哭了。先锋记者在现场也是被乐迷的气氛和迪里拜尔的歌声所打动，没有花式的秀歌技，纯粹的抒情献唱，让整个音乐厅的气氛都随着歌声而改变。迪里拜尔也是被现场的乐迷所感染，尽管已经很疲惫，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台上演唱了2首安可曲，让整场独唱会在意犹未尽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